这次比较不一样，因为今年在台南，前2次在参加的时候都是在外县市啊，刚好这次第3次在台南，所以会比较亢奋一点。会希望就是能在自己家乡打一个好成绩啊。有比过几次的全运会，然后第1次是在地主队，所以相对有地主优势，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比赛的到来。这个112年的全国运动会，那这一次呢，一共有35种运动，包括5种这个我们的选办项目哈，那一共有48个场地，分布在5个县市。这些场地都是符合我们全国运动会举办的一个标准的场地，也都是国际上可以认同的一个场地啊。所以我们不怕困难，我们希望多办一些全国性、国际性的比赛，然后征集很多的经费投入在我们的场馆这个建设，还有人员的培训，让我们的人员都有这样承办一个全国性赛事的一个经验。我们台南市当然，我们身为一个承办的一个城市，我们对我们选手也有一些诱因，比如说我们的奖金，我们在6都里边原来是30万，那为了要提供给我们选手一个更好的一个诱因，我们提高到35万。那这35万就是在6都里边是最高的。其实奖金是其次，最主要就是我们台南市为了要对这些选手有一个好的保障。如果你代表我们台南市来争取到好的成绩，我们呢会特别来辅导他们留在我们家乡，来为我们的这个代表队来做服务。我们今年的办的活动，办了这样的一个比赛，我们的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更上一层楼。除了能够明年在巴黎奥运会，能够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的家乡来争取荣誉以外，我们希望我们这些选手都不断的这个成长，把我们台南市的基层跟代表队的实力，然后厚植。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台南。2023民国112年全国运动会就在台南哦。我想今年台南好山好水，而且好吃的东西太多。明年2024年是台南400，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活动同时在台南举办，所以欢迎大家在10月21日到26日精彩的10月、光辉的10月来到台南参加全国运动会。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2023全运会，欢迎来台南，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0月17日中间台南电影新闻。根据统计，台南市到今年8月100岁以上的人数有283位，甲去年同期比起来，佮加了100位。为了恭喜这群健康长寿的长辈，市长委托商务专庭前往嘉义、甲安南区来关心，并致敬中央礼金等祝贺的礼物。市长强调，面对超高龄社会，就是加强长期照顾的资源，互老人在地健康老化上界要紧。嘉义区高龄102岁林阳宇，一听讲市长要来，甲社区关怀据点的成员用热情的歌舞来欢迎，会当看见伊的身体也相当勇敢。市长委托嘛对咧拍扑啊，相当危险。会中伫这个至亲好友加面大贵宾的见证，市长嘛亲自替人穗挂上金锁片，并且致敬1万块的中央礼金。总统府的敬老庄等祝福，成为今年中央节上好的礼物。随后镜头转到伫安南区溪心里成长的人穗丹阳彩燕，伊伫亲人陪伴照顾，同款是老空间，听到市长要来，相当欢喜。我今年
102岁。你较早市场今日要甲你看，有欢喜无？阿嬷早期嘛是做事，生活伫农产相当清幽，加上饮食的控制，大汉孙阿公就是伊长退休的秘诀。注重饮食，他饮食的量控制得很好，然后最主要是住在这个地方就算是空气啦，还有整个空间都蛮适合的啦。他活到100岁，他还在巡视他的田野，然后看到草还会去拔，让我非常的感动。市场一到，大家阿嬷恭喜问好，简单的交谈嘛，感受伊的耳孔也真利，讲话也真清楚。希望这份中央礼金以及各界祝福，会当予伊幸福久久。面对超高龄社会，台南的人数已经283位，比例嘛是逐冬成长。市长强调，现时台南老人政策行伫正确道路，一定会加强长期照顾资源，让老人健康老化。做老人家，通常老年长都是卧床，我们不希望这样，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像我们今天看到陈琳、蔡燕，还有之前我刚刚去家里看到102岁的杨林玉，他们其实都老人家都还能出外面走，然后跟家里面相处得很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追求，也希望说能够让更多老人家得到了照顾。所以说，这老人家100岁人瑞增加，那表示事实上我们对于老人的政策是走向正确的道路。我们希望说能够让增加更多老人家，没关系，金牌这个还有这个礼金赠送没有上限，只要我们老人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好。老人健康就是事世福利。消费局表示，今年65岁以上的中央礼金1000块，将伫10月19号用汇款方式入销，让老人欢喜满足过中央。台南新闻阮子采访过的。生化武器市集因为营地左右出了问题，面临要废除的危机。不过透过立委郭国文甲台南市副议长林志典等人协助，将生化武器找到新的地点，也是预计110年刷到台19甲线边的展文农场。17号上午，市府甲大藤公司共同签署营地开发的合约，正式办理营地变更。伫立委郭国文的见证，台南市政府由着市长黄伟哲甲大藤公司的董事长严明祖共同签署生化武器用地开发的 MOU， 对1870年形成的生化武器市集，因为土地租约的问题，面临存续的危机。伫立委郭国文甲台南市议会副议长林志典等人的协助，经过几啊天的找找用地，一直到今年4月。才找到适合的地点，大藤的展文农场。台南的上华牛墟是台湾3大牛墟之一，但是面临的地主要将土地收回，所以这个牛墟有100年历史传承，有上看200年的历史传承，可能会面临中断。那这是一个对于民众怀有感情，而且这有历史文化意义，不只是一个一般的商业市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让牛墟能够延续。那也非常感谢我们郭国文立委的居中联系协调，还有议员们的帮助，能够让台糖，最感谢台糖能够首肯让市政府租下这一块将近5公顷的土地。那租下来之后呢，市府将来再转租给牛墟的经营的摊商业者，这样子一方面便于管理，一方面事权统一，一方面也能够让文化历史能够延续。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感谢。那让文化不中断，让民众的生计也能够持续，也让很多好朋友将来继续来看台湾3大牛墟里面的最大摊上华牛墟。我在立法院就发动了财政委员会的会刊，邀请了相关单位，包括经济部，还有包括国营会以及台糖。那在6月间的时候，我们就达成这一个共识，要把这一块土地呢，出租给市府。那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协调沟通之后呢，终于今天有了签约的仪式。有这个签约的仪式的牛墟呢，不但可以让牛墟的这个文化资产延续，有这个签约仪式，牛墟的一个
这个好不容易的庶民士气也可以不终止。然后有了这个签约仪式之后呢，大家的共同记忆也可以延续。更何况它会产生一些周边的公办效应，就包括牛墟如果以后呢设址在这边，那将来旁边呢，现在呢算是一个观光重地的一个台糖所在地，会有连带的一种作用。这种连带过去到山上水稻博物馆，我相信这样文化资产的一个动能会形成一个观光的一个热潮。经过4冬的努力，为了无要让百年的牛墟市集文化来中断，神华牛墟管理人李武春嘛表示，神华牛墟伫民国91年刷加石奶以后，因为摊商哪来哪坐，加上民众停车嘛哪无方便，如果会用刷到第19架线的闸门农场，不但地远宽，而且民众出入嘛相对的方便。这地拄好有适合。伊也厂长甘愿讲要拨5公顷反正，这安尼客拄好拢有够，停车场、挂市场安尼客拢有够，嘛无一定讲一定爱阮经营落啦，你即摆落，讲实在，有哪会由市府来管理啊啦，阮是讲那个标来经营安尼尔啦，会当将这个文化留落来是上好这个方法啦。上午的签约仪式将以台糖神话 KB 单167加354的地号作为神话牛墟签刷的地点，占地大约4.9公顷。后续将办理用地变更，并且向中央来争取经费，希望新的地点会用保留牛墟文化的特色，同时嘛维持摊商的生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于台南新图书总馆边仔公园有真侪特色游戏场备受亲子介意，不过最近因为沙坑有真侪树叶甲树枝影响到囡仔安全，所以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秋平接受တင်前前往会刊，要求图书馆制定管理维护办法，来确保使用者安全。为了营造亲子共融休闲的好所在，台南市今年来推动不少的特色公园，其中位于永康图书总馆后面的月之森公园，平时就吸引不少的亲子到这佚佗。不过，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秋平最近却接到不少家长的တင်前，表示公园内面一叶沙坑，因为树枝甲树叶落啊规世界，恐惊影响到亲子的安全。我昨就接到有家长，然后直接甲我反映，而且嘛翕图片我看讲咱总图的沙坑，然后有很脏乱的一些树叶或是树枝。那我看到那个图片，我也觉得吓了一跳，因为总图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亲子，那亲子一起来这边看册做回来家佚佗，这环境就好但是咧，这个沙坑嘛是囡仔上爱的所在。那看到迄个相片，我们真的会很担心小孩子受伤，所以家长甲我反映的时阵，我马上联络我们陈秋平议员因为这个地方都是他在争取的，包括遮荫等等拢是伊来关心，所以我赶快请他一起来了解。那确实我来了后，看到整个状况，确实还蛮严重的了所以我想这个确实是应该要立即赶快怎么找厂商把这个沙子做一个比较一劳永逸的一个解决，然后是不是固定要换沙，或是固定要怎么处理我相信这也不只有我们总图有这样的问题，都应该要做一个检讨。月之森是很受到所有的亲子的欢迎。那平常这边那个月之森公园就是很多小朋友就是爸爸妈妈年轻的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都会带着小朋友过来玩。那么昨天晚上委员刚好在讲到沙坑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那个确实是会伤到小朋友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过来看到底要怎么处理，因为沙坑这个共融式游具不只是月之森有，整个台南市有好几座。那么今天那个发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未来这些问题还是存在，我们要立即处理，才不会伤到我们幼小那个小朋友，因为他们的皮肤很嫩不能让他们在危险上有所
受伤。现场看到图书馆的清洁人员，不管是用扫帚，或者是拖水工的往西，整个沙坑内面也是有未少的树叶啊，甚至还佫抬出未少的石头。图书馆长表示，未来将寻求专业的厂商来协助。但他们已经做了一整天了哈，其实真的人力有限哈，所以可以做的也很有限哈，所以我们未来可以再思考一下，请这个专业的厂商哈，而不是让这个一般的这个清洁人员来做这个事情。看用委托这个专业的厂商，看是要用换土的方式，或者是可能要请教他们，看有没有什么更专业的这个清这个沙坑的方式哈，让我们可以来参考来依循。那我们会尽快的来改善这个部分。因为沙坑为了压引，树边拢是一寡大树，每到秋天就容易来落叶啊。因此，立委甲议员嘛建议，类似沙坑垃圾的问题，是毋是应该制定管理的维护办法？看是要寻求厂商定期来清理，或者是固定来换刷，甚至伫个沙坑顶面来架设防护网，减少树枝甲树叶直接落伫个沙坑内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伫台港文化中心所办理的家庭日，吸引真侪市民合家到场参与。有新住民的家庭穿着因的传统服装，佮搭配万圣节的创意装扮来作秀。当中，教育局长嘛打扮成拍网爱战士，借助呼吁市民总动员来筑清网塘，消灭天高热。我们来迎接幸福列车！幸福启动，台南市112年度心心相连甜蜜蜜家庭日，15号就伫咧台港文化中心热烈登场，活动邀请真侪新住民家庭参与。伫现场摆档介绍家乡的特色美食甲艺术文化。举办的活动的给新住民都很好，我希望每年都要这样的活动。为什么？我们的新住民可以介绍很多文化，我们的文化都很美丽。这个活动真的是很好，因为那个除了让我们那个可以推广我们的文化，还可以让更多台湾知道我们越南的特色。家庭教育中心办这样的活动是非常棒的活动，祖先3代同堂，大家可以一起体验不同的有本国的文化，有原住民的文化，有新住民的文化，同时让我们彼此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因为这是一场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的活动，主办单位经邀请海东国小国乐团、台港国小合唱团，再来精彩表演。除了学生的演出，伫现场还有小丑剧场、魔术表演以及川剧表演等等。同时，嘛有闯关游戏、市府机关宣导，还有小朋友上爱吹泡泡体验。活动规划热烈趣味，市府教育局希望借由活动，鼓励亲子共学、共游、共乐，促进家庭情感。台南市的新住民有36000多位哈，那么总共我们的学生呢也有6500多位，可以说都是我们台南市非常重要的资产。那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活动，最主要目的是能够这个一方面让新住民的家庭能够有这样的户外那么活动的一个机会，另外最重要的是能够倡导幸福家庭日。我想家庭是孩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育场域，也是第一手的学校。那有一个温暖而且温馨的家庭，就可以培养出我们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家庭的孩子。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有趣味的活动，主办单位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也安排了抽奖，予完成闯关的亲子家庭试手气。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张冰英表示，希望心心相连、甜蜜蜜家庭日活动，会当教育后一代学习尊重甲平等看待无同文化族群，实现爱从家出发、关怀无距离的理念。也祝福大家在这个丰富多元的活动当中，度过这个有意义而且温馨的团聚时光。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因为疫情无办展览，已经3档的捷克魔术水晶，今年10月再次来到台湾，甲展庄家见面。日前嘛巡回到台南展出，推出5位大师的经典作品，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水晶界技术盛会捷克魔术水晶展相隔3档了后，来到台南做展出。这次再来5位水晶雕刻大师的作品，佮加上书中30档的传家宝，让展览非常精彩。The newest collection brings arts of our most gifted and experienced craftsmen. I will mention a few names. You have already met our master engraver Thomas Lesser, but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also the names of Mr. Selinger, Svoboda, and Mr. Janetsky, who is the painter. And all these pieces were crea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Moser New Art Director Mr. Jan Plechach. 大家可能在对我们台湾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木雕，木雕或像我们铜雕，或很多像牙雕、象牙雕、玉雕，其实讲真的都不稀奇。可是水晶雕刻，全世界只有 Moser 水晶能够做得出来。作品有以女性音乐家为创作的天籁之音。还有蓝色迷惑、三女神等等，这个雕刻师甲优美神话故事刻伫咧水晶顶悬，让大家感受到水晶之美。另外上特别就是这件创世亚当。今年类似大师带来的创世亚当这件作品呢，它是来自于他觉得说上帝给他这一双这个雕刻师的手让他呢有感召，然后让他拿到骑士勋章，也因此他将这样子的一个他觉得是一个礼物雕刻了、刻画了出来。可以看到他在刻画上面，从他的掌纹细节到他的血管等等，他都很深刻的做一个刻画。创作这件作品相当不简单，雕刻大师汤马士雷瑟讲，要有耐心甲毅力，才会当做出好看的水晶艺术品。魔术水晶展后续也会前往高雄新店顶地做展出，想要观赏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东门美术馆举办艺术家蔡志忠甲中国画家将来展览，2位跨越文化甲风格艺术家，呈现出真特别的创作，邀请民众把10月24进前前往欣赏。艺术家蔡志忠的漫画作品是一个老一辈人的记忆。近时开始中国古册经典漫画之声，即马这的作品伫台南市的东门美术馆就看得到。蔡志忠在我们两岸三地他具有甚至于全世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卖过的漫画书超过5000本以上，5000万本以上。这次馆方更甲中国河北艺术家将来作品做伙展出，伊的画作拢是以猪仔为创作题材，画风保留中国水墨画的精气神，同时结合西方技法，是中国绘本创作新生代的代表。和蔡志忠老师合作呢，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蔡志忠老师跟他的作品一样，都是自由自在的。他有一颗全神贯注的灵魂，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会感觉很干净，也没有杂念。蔡志忠老师呢，影响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2位艺术家的作品拢是以插画为主，线条拢非常灵动，在中国拢有一定的知名度，让人看了非常舒适。该展览只展到10月24号，同款有线顶展景，欢迎民众前往参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